娘，孩儿终于为你们报仇了。客官，哎，我说你哪儿来的？啊，孟姑娘，出去！小林子，哎，不是，哎，你还要闯？哎，哎，你装死是不是？啊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呦！小林子，小林子，救我！小林子，别丢下我！小林子，小林子，小林子。
才没有对我痛下杀手。谁知全是靠你从中遮掩。你若不是这样说，姓林的早就死在华山了。你说我爹谋你家剑谱，事实俱在，我不能为他辩白。但辟邪剑谱本就是你林家之物，你学着剑法，乃天经地义。爹再不通情理，也不会为此而杀你啊。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你爹的为人，更不知道这辟邪剑谱是个什么东西。你对爹成见极深，今后在一起也不易和好了。我反正是跟真气懈怠的毛病许久不再发生，可以放手一搏了。恭喜少师，计划进行得如何？本教故意示弱，正道那批蠢材果然上当，他们争先恐后的往平定县跑，唯恐抢不到功劳啊！你自宫练剑。辟邪剑谱，以内功入手，若不自宫，必将走火入魔，全身将瘫而死。我
也是像你这样。没错。所以，如果他知道我练了此剑法，必将杀我。反之，如果我剑法有成，一定会找他报仇。我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不男不女的国父。你还不走得远远的？我对你的情谊，可朝日月，至死不渝。平之，于沧海已死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不要跟我爹为敌。咱们退出江湖，归隐田园，好吗？林少侠，林夫人，好久不见。你这叛徒，还敢现身！在下奉嵩山左掌门之命，前来寻林少侠。左冷禅技不如人，还称什么掌门？林少侠，林夫人，击杀恶贼于沧海，大仇得报，可喜可贺。你居然一直跟在暗中。左掌门料得会有歹人对林少侠不利，特命我前来接应，绝非有意冒犯。在下与他左掌门非亲非故，为何如此疏待？左掌门双目为岳不群所伤，而少侠又修习了辟邪剑谱，成为岳不群的眼中钉。此时他身为五岳派掌门，权势熏天，以少侠一人之力，又如何与之相抗？不如我们双方联盟，同仇敌忾。平之，更何况，岳不群亲生爱女朝夕陪伴在林少侠身边，你便有通天本领，也难防枕边人的暗算。你别听他挑拨离间，他根本就是没安好心。我若没安好心，在福州时怎会救了林少侠你呢？那日岳不群本想在你身上补一剑，我故意带着泰山派众人前往这边搜寻，他才没能得手。原来劳兄，你也认出了是岳不群。我跟随他多年，他再乔装打扮，也瞒不过我。如果我爹要杀你，之后机会甚多。可是他怎么又不动手了呢？那也多亏了你。正因为你终日跟着我，他要杀我，也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原来你娶我，不过是把我当做了一枚挡箭牌。
左掌门一番美意，姓林的不知何以为报。林兄诛杀于沧海，显是已得辟邪剑法真传，愚兄好生佩服，不知能否？劳兄的意思是，让我拿出辟邪剑谱，给你们二位瞧一瞧。这原本是林兄弟家传秘本，外人本不该妄窥。可以当日之局面，却只有恩师及愚兄都学会了辟邪剑法，三人合力，才有诛杀岳不群的指望。你我既已结盟，拿出来看一看，也是无妨的。林兄慷慨大量，感激不尽。你又要去给你爹通风报信吗？你既对我无情，还拦着我干嘛？我要回去找我娘。那可就由不得你了。林兄弟，夜长梦多，咱们这就去见左掌门吧。请。各位，岳某路上有事耽搁了，还望大家不要见怪。今天一早，嵩山的陆白等人到达，不听众人劝阻，抢着到平定县打先锋去了。方正冲虚，胆小如鼠，区区魔教，何足挂齿！简直是胡闹！我们也正商量着，是不是应该去接应一下岳掌门？你意下如何呀？此处已经属于黑木崖范围，不宜大动干戈。陆柏他行事鲁莽，便让他吃些苦头。找我有何事？多谢你的飞鸽传书，通知我正派来犯的消息，否则真要被打得措手不及了。东方少使会错意了吧？我只是不想让岳不群的奸计得逞罢了。葛长老传来消息，岳不群已经到了，正率领各大派往这边赶来。我已经派人在山群中加入了苏骨散，只要那些人运用内力，便会全身酥软，任人宰割。几日不见，你消瘦了许多。多谢东方少使关心。你还在怪我吗？当日人多眼杂，你若是杀了教主，众长老都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再提。总之，师门大仇，
我是一定要报的。小师妹林师弟，我来救你们了。大师兄小心！大师兄！林师弟，为什么？林兄，结界。大师兄！不要！上儿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林兄，你终究还是在乎我的，照顾自己。上儿，平之，你这个畜生！上儿，这。
你青涩容颜，天上红袖，画不清你入睡的温柔。凡尘一幕春秋，一世的守候，凝神脉脉，烟消人影瘦。有梦幻想，黑夜头白昼，校园相近，只身一人游。画中灯影残旧，行走和空后，小心前尘依稀，心神游。小师妹，我们走。浪淘沙，风铃响，煮酒一杯情思酿。奈何他却身披铁甲黄裳，剑中花，绣枝桠，儿女如碎梦牵挂。前世今生许你的浪迹天涯。林兄，林兄！有梦幻想，黑夜白昼。师姐。校园相近，只身一人游。画中灯影残旧，行走和空后，小心前尘依稀，情深幽。浪淘沙，风铃响，煮酒一杯情思酿。奈何他却身披铁甲黄裳，剑中花，绣枝桠，儿女如碎梦牵挂。前世今生许你的浪迹天涯。对天发誓，此生绝不辜负你。如若负你，天打雷劈。浪淘沙，风铃响，煮酒一杯情思酿。奈何他却身披铁甲黄裳，剑中花，绣枝桠，儿女如碎梦牵挂。前世今生许你的浪迹天涯。
干了，好酒啊！太客气了，真没想到啊！咱们这个哎呦，客气，你看，来，好，好，坐下，干！来，喝生酒，哎呀，来，多喝点啊！多喝点，哎，来，谢谢，大这样啊！哎呀，真是好酒啊！今天得早点谢这样的机会啊！小师傅，行色匆匆的，这么晚要去哪里啊？岳掌门，我在屋里待着气闷，出来走走。哦，我还以为任大小姐要回黑木崖去报信呢。任大小姐，你真的是把岳某小瞧了？原来定贤定义师太是你所杀。你在胡说什么？那日在少林，我爹跟东方不败发现两位师太的遗体，他见多识广，看出两位师太是被无形剑气所伤。只是无形剑气是高深之极的武功，他一时没有想出是哪位高手所为。哼哼，本来还想留你一条小命，对付人我行。可是你现在自寻死路，那就怪不得岳某了。被我说中就想杀人灭口吗？嗯，害怕了？师妹，你干什么？任姑娘，你快走！我姐妹，快走！胡闹！回来！你在干什么？魔教贼子，乖乖受死吧！岳不群等人能否上钩，就全看你的了。少师，尽管放心。你等我抓住妖女，我再回来跟你解释，怎么样？岳不群，你刚才说的话我全部都听见了。你竟然丧心病狂地害死两位师太！你在胡闹什么？你怎么能相信妖女的话？什么阻止左冷禅，全都是鬼话！
你这个伪君子，你一直在骗我！人多还是得小心啊，是要小心行事啊。启禀各位掌门，嵩山派已攻破平定县魔教据点。陆柏居然攻下了平定县的魔教据点。是，师父命我前来告知各位掌门，可以放心前往。不错，是。此处离黑木崖也不过几十里的路程，为何不见魔教的主力出来迎战呢？是啊。哦，据抓到的魔教弟子说，任我行被蓝凤凰行刺后得了臆想症，滥杀无辜，现在的黑木崖早已乱成一团，哪里还顾得上这些？是，有道理啊。竟有此事，真是上天有眼呐！哎呀，没错，是有眼啊，就是对，的确是这样，有道理啊，没错。慢，我觉得这事太过凑巧，严防有诈呀。大师未免多虑了，正道各大门派聚集在此，为的就是铲除魔教。管他真也好，假也罢，一鼓作气，攻下即可。对。岳掌门言之有理，畏首畏尾，恐怕要错失良机啊！对呀，没错。师妹啊，唯有当上五岳盟主，才会有力量铲除魔教，而还武林一个太平。这几日我就要率群雄前往平定县，而你留在这里，应该安全些。岳不群，你是害怕我将你的丑事公诸于世吧？我杀定贤、定义两人，也是为了大局考虑，不得已而为之。斩妖除魔，牺牲在所难免。卑鄙，无耻！你一时想不通，为兄我不会怪你。相信日后，你应该会明白为兄的苦心。哼！我师妹现在患了顽疾，你二人留在这里保护她的安全，不许任何人打扰她休息。是，师父。
岳掌门，请随我来。嗯。陆师兄，高师弟，人呢？师父，弟子回来了。来者何人啊？阿弥陀佛。岳掌门，别来无恙。我已经派人在山群中加入了苏骨散，只要那些人运用内力，便会全身酥软，任人宰割。咱们中计了。向日月神教俯首称臣吧，可免一死。一会儿听我号令，一定要击杀岳不群。是。莹莹，莹莹，你怎么了？醒醒，莹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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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钟哥，谁把你打伤的？是岳不群，快去救你师娘！你真敢大言不惭呐！等着受死吧！真以为自己能瞒天过海吗？原来你们没有中毒。哼，
魔教这种雕虫小技，你真以为可以瞒得过岳某吗？唉，不过是多费些力气罢了。给我上！动手！快！东方施主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少时不敢大意，日后跟同级高手的过招时，万一复发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你怎么样？上，且慢。师傅，大师兄，师傅不准任何人进去，得罪了。师娘，师娘，前辈，师娘。
找到珊儿了吗？怎么了？你快说呀！珊儿呢？珊儿去哪儿了？你说啊！小师妹被林平之杀死了。你胡说！他们新婚燕尔，岂有杀妻之理？林平之和劳多诺狼狈为奸，早就投靠嵩山派了。师娘，师娘，前辈，魔教长老尽诛待罚，小东方身负重伤。此时正是攻下黑木崖之大好时机。不错，杀尽这帮魔崽子，替死去的武林同道报仇。方正大师和冲虚道长损耗过巨，不如留在城内，搜寻小东方这个魔头，意下如何？黑木崖易守难攻，岳掌门需多加小心呐。大师放心，料也无妨。珊儿临终之时，可说了什么？他跟我说，让我照顾林平之。
江湖，江湖又怎能及得上人心的险恶？师娘，别回华山了，跟我回衡山吧，让我在您身边尽孝。冲儿，如今你的武功已经大成，有任姑娘陪在你的身边，师娘就放心了。